教一下关于这次运烟的5辆车是由总统府这边去派出的。那外界好奇说这件事情，现在总统府的大总管算是秘书长陈菊秘书长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另外刚刚国民党的立委曾明忠他是有讲说，陈菊秘书长办公室可能也有人有买烟，就是有说共犯这个情形啊。那想问说，彭局长他因为政治责任而下了台，那因为他没有管理好特勤这一块，那关于府内这边这一块，陈菊秘书长要不要下台？是先把事情搞清楚嘛，那这个派车的事情是，侍卫室统一调度总统府国安局，还有这个侍卫室的这个车辆，因为总统的专机到了，大家都要下飞机，要回到那个台北哦，所以车辆的需求很大，所以就是统一调度的嘛，好，那这个是侍卫室统一调度的。至于对陈秘书长办公室的指控，他刚才已经澄清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我们还是要严肃以对了哈。长期以来累积的问题，我们就把它查清楚哦。那我们将来不要让它再发生了哈。那在野党也不需要在这上面旁生枝节那个含沙射影。